如果屋企同時用緊再生水同埋自來水，點樣檢查屋企雙管道系統嘅接駁係咪正常？等我教下大家啦。首先要揾自己單位嘅水標，再生水水標同自來水水標係分開㗎，而再生水水管係紫色嘅，一眼就可以分辨到。刪咗單位再生水水標嘅水掣，跟住沖廁，之後檢查馬桶水箱係咪有再生水持續補充，冇就代表正常。呢個時候再打開水龍頭。因為淨係刪咗再生水嘅水掣，冇刪自來水水掣，水龍頭係會有水持續流出，代表管道正確接駁。跟住倒轉測試，刪單位嘅自來水水掣，開再生水水掣，檢查水龍頭有冇水持續流出。呢個時候水龍頭唔會有水持續流出嚟。再檢查馬桶沖廁後係咪有再生水補充，有就表示管道正確接駁。大家測試完記得開返水掣啊！咁用戶可唔可以改動再生水喉管？根據行政法規供排水嘅一般規定，再生水供應區域內嘅新建樓宇建設時都必須鋪設再生水管道，用戶亦都唔可以擅自改動再生水喉管。我亦都提提大家，再生水首階段只係用嚟沖廁同埋綠化，用戶唔好擅自改變用途啊！